哋屋企遇到啲乜嘢滲水問題咧？又或者遇到啲乜嘢奇難雜症咧？我哋今日有專家喺度，趁佢哋喺度咧，就一定要問佢哋啦。我哋會有1個小時咧，係作為呢個問答環節。我由滲水辦跟進，即係聯合辦事處跟進嘅。咁一路到我今年嘅4月嗰陣時，滲水辦曾經俾樓上出過2次防滋擾事故通知，啲樓上要佢維修嘅。咁到4月嗰陣時，今年4月啦，佢出咗第2封啦。咁就樓上都係仍然係冇做過任何。咁其實咧，我好簡單解答到你個問題啊，因為我差唔多聽過百幾個呢樣嘅問題。你要將2個問題咧，你個腦咧要斬開呢度。你頭先個問題咧，你講緊兩個大問題，有一個大問題咧完全唔關你事嘅。你人生咧嘥咗差唔多一半時間咧，諗咗一半錯嘅問題，唔關你事嘅。嗰個叫政府檢控組，我以前都有做檢控。嗰個係完全係政府告你樓上，係一個刑事嘅檢控。樓上有罪定冇罪咧，同你完全無關。但係我反而聽你頭先咧，我最着緊嗰樣嘢咧，就係你單嘢拖咗5年。你記住呢啲民事申索嘅滋擾咧係6年嘅限期，所以你得翻1年嘅時間咧，其實我俾個意見你要即刻盡快做。盡快做嘅意思咧，你要出個傳票，截咗嗰5年嘅時間，因為過咗6年咧，你冇得再告樓上。你而家嗰個係民事嘅申索，你證據強到不得了，你根本係可以，我覺得禮拜1啊，如果你識做，你即刻入稟添啊！你強嘅意思咧係你有2個好強嘅證據，第一個證據就係你個妨擾事故通知書，政府唔止發咗1次，發咗2次，而家仲有一個刑事嘅檢控，因為滋擾呢樣嘢除咗係民事，仲係刑事嘅。控方嗰個咧，即係 DOJ 咧，即係律政處咧，或者嗰個食環署咧，就係負責刑事個 part， 但係個 part 完全唔關你事，你唔好俾個 part 拖累咗你。你係證據強到不得了，因為你已經確認咗滲水源頭來自樓上，此其一。但我頭先講過，漏水源頭係樓上，唔等於佢有滋擾啊嘛，唔等於佢有責任啊嘛。但係你連個責任嗰個證據你都好強，因為佢發咗妨擾事故通知書，佢都冇整，仲係發咗2次。我係你咧，即刻做啦！諗咩啫？唔好問啊！唔關事，唔關事。所以第一句劈頭第一句，你人生嘥咗一半時間諗咗啲錯嘅嘢，嗰個係刑事個 part， 完全唔關你事。你諗都唔好諗。從今日開始，你諗都唔好諗個 part。係，其實我預咗係請律師㗎。你唔使咁快做。你總之你要記住，而家政府告樓上同埋你告樓上係2套法律。政府告樓上你完全唔需要理，你淨係知道樓上定咗罪，你攞住嗰張定罪證書，同埋你而家攞住2張妨擾通知事故通知書同埋食環署而家嗰個報告，足夠有餘可以搞佢。哦，咁樣，多謝你，多謝你律師。多謝晒啊，律師。黃嘅，咁我講個案係商業大廈嗰度，咁個單位咧就有室內同埋平台啦。咁而家咧就滲水落樓下，咁而家樓下咧就出律師信嚟告法團，告法團。咁但係因為我都係法團嘅委員之一，而家我就想釐清個責任咧，究竟係法團嘅責任啊，定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啊？係平台漏水。經常見嘅。首先咧，我未嗰日即係其實都係講翻頭先嗰堆嘢。咁我梗係聽過啦，你呢個個案，你一定要有報告嗰句咧，究竟而家個滲水源頭來自邊度？如果我假設我聽你講漏水源頭來自天台平台，定係一個1樓平台？4樓平台。嚟自嗱，即係滲水源頭嚟自4樓平台，呢個第一個關鍵。第二個關鍵咧就係你要根據呢個滲水源頭咧去做查冊，究竟嗰個4樓平台係屬於公家定私家嘅？咁如果你問嗰條問題係要告私人定係告公家咧，你就要睇田土廳查冊。你譬如好似大廈外牆啊，天台係可以買咗佢噶嘛，係嘛？我有錢我中意買咗個天台，跟住裝嗰啲電話嗰啲
嗰啲發射站咧租俾人㗎嘛。咁你要查到4樓平台係私家定係公家嘅？係私人入契嘅，私人就唔關 I.O. 事㗎啦喎。即係唔關法團大廈事㗎啦。係啊，唔關事喎。但係因為咧，我哋但係我要基於頭先嗰兩個假設喎，報告明白源頭基於4樓平台。係。第二個假設係4樓平台原來係一個私人擁有嘅物業。係啊，真係平台漏水落去，係咁亦都係私人入契。但係因為我哋律師團隊嗰度咧，就一個顧問㗎嘛，佢哋又講話平台有防水層，咁佢又要顧及樓下嗰啲，所以咧就算係私人入契，都係關法團事。即係佢咁樣講俾我哋聽。嗱，你要睇嗰個防水層咧，嗱嗰個律師咧講得冇錯嘅。呢個我差唔多係幾個月前嘅有單案咧，就係拗緊嗰個防水層。一般咧樓上樓下嗰個防水層咧就樓上咧要負責嘅。咁但係你話嗰啲叫 flat roof 啊，即係1樓平台、2樓平台、4樓平台、天台平台中間嗰節防水層係屬於公家定私家咧？10年嚟咧好多案例都冇答案。呢個就係答案，係冇答案。係。即係公家定私家咧？點解咧？因為每棟大廈嗰個公契寫唔同啊，有啲嘢咧咩平台啊、外牆啊、喉啊、打橫啊、打斜啊嗰啲又話係公家，有啲話唔係咁講嘅。譬如有啲大型嘅屋苑咧，一個屋苑4個公契嘅，4個公契講嗰啲樓都唔同嘅。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咧，個大廈管理條例咧亦都有講咩叫公家咩叫私家嘅。第三咧就睇案例，但係大部分咧，譬如我之前嗰單咧。逢係 flat roof 咧，你呢個叫 red flat roof 啊嘛，嗰個中間嗰層咧係法團負責㗎，所以你要好清楚而家嗰個報告係講緊個漏水源頭係嚟自邊度。你就咁 flat roof 咧，其實佢唔會無端有水出㗎嘛，佢一定係有啲喉啊爆咗啊穿咗啊，令到嗰個 flat roof 咧有水流落樓下嘅。即係就算係私人入契，都有可能係法團。係啊，係啊。明白。唔該晒啊，律師，多謝晒你嘅問題。咧係屬於大新地產嘅，咁我搬入嚟之前上一手，因為我哋14，即係其實14樓係頂樓，14樓咧其實好多年前就已經受漏水嘅困擾，咁我聽啲鄰居講，佢哋之前咧有同大新同埋法團去傾，咁咧一開始就大新就好強硬嘅態度，就話唔肯整，咁法團都唔肯啦，因為冇錢。咁之後咧，個業主就自己自行維修咗個天台，但係當然佢哋冇話同大新去申請咁樣。咁到我搬入嚟啦，輪到我有漏水問題，咁咧我就當然第一件事就揾法團去傾，咁法團就推搪就話哦，因為你上一手整過，佢嗰陣時應該係整咗，可能有整彎咗個防水層，但係其實佢全部都係冇證據，佢純粹係話佢睇到。上一手業主有叫咩啊拆地咁樣，咁佢就用呢個藉口嚟推搪，即係話唔肯冇呢個責任啦。同埋其餘嗰2家人都係自己整咗，所以法團就唔會再為防水層去維修。但係因為而家嘅問題係大新地產其實咁多年嚟都從來冇維修過或者去保養過個天台。咁我想問，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去從事呢個法律途徑，我贏面大唔大？有類似個案嘅，其實就花園街咧有單案咧整緊嘅，都幾類似。咁其實咧，你亦都係講緊嗰個頭先個觀眾嗰個 flat roof 嗰個問題。其實逢係天台咧，佢加上佢買咗咧。但係嗰個防水層咧，嗰個即係比較大嘅程度咧，都仲係公家嘅地方嚟嘅。咁如果嗱，即係又要有嗰幾個假設啦。個假設就係嗰個仲漏緊水，而漏水嘅源頭真係嚟自嗰個平台啦。呢個第一個假設。第二個假設咧就係嗰個平台咧，即係要睇公契，要睇案例，同埋睇大廈管理條例嗰個。中間嗰個防水層咧，個 flat roof 咧，都真係嚟自公家咧。咁其實嗰個法團個責任係好大嘅。咁加上你咧有個好消息，亦都有個唔好消息喎。咁好消息咧就係
你新買層樓啊嘛，咁其實之前嗰個人同法團簽過嘅所有嘢同你無關噶嘛，即係我就咁聽落。咁加上你新買呢層樓嘅時候咧，嗱，除非你同嗰個上手嘅業主喺嗰個買賣樓宇買賣合約嘅時候有啲約束，原來咧有啲即係你買嗰陣時咧已經知道層樓係漏水啦，或者咧佢同法團簽過嗰啲協議咧都受咗冇基本上都冇乜可能㗎。咁所以呢個都係對你好消息咯，即係你上手同法團簽過嘅所有嘢咧，基本上同你無關啦。其他業主同法團簽過嘅嘢都同你無關啦。咁法團就有責任咧維修嗰個公家嘅地方，即係個防水層啦。咁所以你個案咧聽落嚇贏面都係有嘅嚇。咁但係我真係要睇好多其他先。你呢個係屬於複雜嘅漏水個案嚟㗎，因為你唔係淨係整你頭殼頂嗰個，你全個都要整㗎嘛。你淨係整你頭殼頂冇用㗎，啲水周圍走㗎嘛。係啊，呢啲係好複雜㗎。我而家嗰單就全部樓下所有業主一齊告法團。哦，即係其實法團即使每用，單案都唔同啦，係啊。即使佢用話，因為你哋前整過，呢個藉口其實係唔成立嘅。唔成立，聽落唔成立。如果佢有簽過，就要睇埋嗰份簽咗啲乜嘢。冇簽過冇，基本上信嘅可能性都極低啊。同埋簽你冇簽過嘛，你新買㗎嘛。咁壞消息係咩啊？消息，即係呢啲係屬於複雜嘅漏水個案。就咁聽咧，幫你唔係幫得你好多啊，要深入啲同你研究下。